離塵不離城，我而家就喺臨海山城，你覺得呢個景觀滿意嗎？我的天哪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艾倫啊。係啊，今日咧帶大家嚟到咧臨海山城咧，咁啊一個2號屋嘅。咁咧呢度咧係3346尺。咁我即刻帶大家睇下先。好啦，我哋一入到屋啦，咁其實我哋嘅左手邊就係個廚房。咁啊廚房咧都係用上頂級嘅家用嚟啦，紅酒櫃啊、蒸焗爐啊、三爐頭啊，同埋洗碗碟機等等等嘅。同埋咧呢度咧就有好特別之處啦，設計咗一個好靚嘅酒窖，咁啊方便老闆啦，可以放啲珍藏嘅酒啊喺晒呢度噶啦。咁啊豪宅標配啦，咁啊獨立升降電梯啦。咁呢度咧，哇成個飯廳咁啊可以放住8至10人嘅大餐台啦。咁啊好靚吊燈啦，4點幾米樓高。我嚟到咧客廳部分啦，其實而家我坐喺呢個位置咧，望住個電視機位咧，超過7米嘅距離嘅。大家留意下，我哋望埋花園位置，咁呢個趟門咧拉開咗之後，同呢個花園咧都好似融為一體，將啲採光度咧拉翻晒有冇咁啊，非常之舒服。咁我轉頭帶大家上1樓睡眠區睇下。上到嚟1樓睡眠區有3間睡房，3間睡房設計都好唔同㗎，大家細心欣賞下。上到嚟主人樓層，呢個係書房，咁啊望翻內園景。入到嚟主人套房，咁啊設計方面都好有心思㗎。呢度設一個品茶區，同太太喺度嘆下茶，都幾賞心樂事啊！入到嚟主人浴室啦，咁啊佢嘅設計咧都係用緊雙洗手盆嘅設計啦。咁啊淋浴區方面啊，佢設計咗一個鵝蛋型浴缸啦、企缸、淋浴區都有嘅。咁我哋臨海山城啦，其實佢係背靠八仙嶺㗎。咁啊咧，其實佢有一種感覺就係擁抱呢個山林嘅感覺㗎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都想嚟親臨嚟感受下，記得關注我艾倫，我會 send 更多資訊俾你嘅。多謝你，拜拜。